来，好，各位线顶的先进、线顶的友志，大家平安。我是今仔日的主持人吴玉金。即摆是咱第212回世界台湾文化论坛，主题是文化创意的生命流程。咱今仔日真欢喜有机会邀请咱世界台湾文化论坛的创办人陈良光先生，甲咱北美洲妇女会的先进，嘛是建筑师陈君如姐来甲咱分享对这个台湾文化基因，啊，佮有这个文化创意的这个看法。好，即马就甲时间交互梁光兄。大家平安。今日实是真感谢大家啦，特别是感谢迄个俊宇我是昨昏倒来就随来参加这场。搁伫足短的时间都无到1礼拜时间，甲恁拜托恁就来做安尼救护的。多谢梁公兄，多谢梁公兄。今仔日咱这个题目会使讲是有较深淡薄主要是要用咱的这个创意安怎到创作通路甲消费用这个循环来解说讲咱的这个台语社会是安怎较会流失去咱的台湾文化一直咧变迁去所以咱这问题出伫对一搭当然上简单的答案就是讲就拢政治嘛，政治的压迫嘛但是咱敢会当过来甲论一个较深的甲迄个 root cause 迄根本的问题咱安尼甲抓出来这我嘛是安尼往哪咧讲，往哪咧想啦其实我想嘛会当讲有足侪种无共款的可能性和角度来看这个台语社会流失的问题是毋是讲台湾文化有咧变种？安尼感觉别人敢有安尼感觉还是讲咱是毋是咱的意识形态伤重还是讲是啥物款？我想为无共款的角度、无共款立场的人来论说，拢可能会无共款的答案这张图啦我过来讲较清楚啦这张图上大先咱有一个感动一个创意嘛毋过这个创意大部分咱的创意拢是按咱的遮一寡潜意识就是讲咱的文化基因啦这文化基因可能就是咱的历史背景还是讲咱遮咱前辈作家，还是讲前辈遮艺术家学来遮物件，足少人会当讲完全讲拢无受到文化基础，还是讲历史系袂当创作啥物物件出来。我想是足无可能的啦除非讲就是像耶稣安尼，伊就自有应有要讲就讲要啥物就啥物款但咱是人来即摆咱若有感动了咱爱继续着去创作若无创作的时阵迄就敢若变做留伫咱个人的迄个潜意识尔对整体的这个文化基因并无贡献要创作嘛毋是讲逐个人都有迄个条件人创作尤其是人咧讲即个文学是艺术之母啦这实在是有影啦毋过咱做一个台湾人，一个台语族群的人，台语人要创作会比较讲比别人搁较困难淡薄因为咱的文字无适当的文字系统咱咧创作的时阵。咧写作的时阵往往拢会去拍伫这文字要用啥物款的符号来代表了，真侪时间伫遐啦甚至讲创作出来了后你爱想讲我
这写这敢有人要看？哈，啊，人看敢有？哈，啊，所以这是无形中你就是家己咧自我的设限啦，吼。啊，讲创作完成了，你嘛要有通路啊，啊，你就知影讲通路，文化通路，啊，文化通路，我相信上主要的就是学校的教育系统嘛，吼，啊，再来是媒体，吼，哦，啊，再来可能是教会，啊，像宗教团体，种家庭内面诶，即个家庭的生活诶，即个传承，吼。啊，起码咱个有自媒体，吼，啊，毋过遮个通路吼，往往伫即个华语霸权的下骹吼，对台语族群是足令啊不利啦，吼，啊，搁落来，恁有经过通路，像我有通路啊，咱要消费吼，啊，你爱考虑着讲，像即摆的情景，啊，你若偏偏讲用台语讲的一个 podcast。啊，用华语的 podcast， 可能敢像内容拢平平，啊嘛平平精彩吼。啊是有人咧估计来，阿华西咧估计，可能讲效果迄个流量啊，剩1/10啦。啊，所以咱即摆安尼咧，即个循环来讲吼，就是讲会到遮，咱按创意啊，经过种种的限制啊，按创作的自我限制，还是讲会困难到通路。即个脱碍吼，啊到消费者个消费即个欣赏即个能力会困难啊，甚至讲通到遮落来，啊咱遮即个循环的速度就是足令啊慢啦啊，我伫即张图的内面其实即张图是阮读艺术的后生啊，有做伙安尼讨论啊，设计出来。创意来源较顶下我会讲，即张图的创意来源我第二我搁会讲到啊，我伫遮有画面，外口遮有一个环啦啊，虽讲足侪即个艺术的创作，还是讲文学的创作拢大部分拢是即个循环，就是讲伫咱的即个文化的基因，就是讲咱即个族群特定的一个时间点和社会处境来产生遮个创意大部分是安尼啊，遮个创意若是伫特定的时间点有伫遮个文化甲天然环境甚至讲咱的制度咱的各种的制度，互咱的限制，还是甲咱的鼓励搁另外有一个我会号做是画命啦就是讲一种特别的一种的外来的力量的概念啦我是安尼来想好，安尼我过来看第二张落去我拄则讲着讲即张图创意的来源是对即个2012年迄当阵来迄当时是即个赖和文教基金会来北美访问因主要是要去拜访即个 UC Santa Barbara 遐杜国清伫遐有主持一个台湾文学英译的计划啦英文翻译的计划。照我所知，介绍伫哥伦比亚遐有类似的一个计划。因主要是要拜访即个 Santa Barbara 拄好因的对手，因的接待的人就是林文正林文正就是我镜头记的即个伊拄好是台美人笔会的社长，嘛是太平洋时报的社长所以就是伊就介绍讲无来即个来阮的厝来阮厝住安尼啦甚至也举行一个较小型的家庭式的即文学欣赏会啦所以迄个创意是按遐来的按遐发起的即个就是杜国清啦即个陈万益即个介绍是即个杨贵的后生杨健啦杨健就是这杨翠陈万益这李美清
这祖父伊的款，因这可能是这个喂养啦，喂养伫遮伊个羊厝的囡仔吼，搁有这个因遮改成是赖河到老咧走唱团的团员安尼吼。而且我都有讲过吼，这羊腱、羊喙搁羊这喂养喂养迄阵啊，一阵啊，伫迄个太阳花迄阵啊，算讲报纸不时咧甲报啦吼，所以我算做一个小可出名的人啦。伫遮吼，我互我感想特别深的即场吼，可能是有两件代志啊吼。一件代志就是讲羊喙吼，伊伫遐讲伊咧整理因阿公的手稿的时阵吼，竟然有发现讲用白话字写的手稿，这就真趣味啊！先仔开，咱拢会想讲，虽讲杨贵含赖河拢是用这个因为文学的主题大部分拢是反殖民者反殖民者的这主题。毋过杨贵伊大部分的作品的发表，拢是用日文写的赖河就较无共款，赖河条工无爱用殖民者的语言去写当然，即马咱有一寡人，伊讲伊嘛是写中文、写白话文，到底伊写的到底是台文还是白文，你正的毋过我是鼓励，若有即种的想法的人去看单雷写伫即个台湾通信第28期遐有一篇叫做《赖河文学的精神》我想安尼就较佫较清楚讲，到底即个赖河文学内底精神的反抗的精神是啥物款？较对应讲，咱即马咱现在较要选择用台语来写作，我想就会有佫较好的理解啦其实我嘛捌和单位遐讨论过即场文学欣赏的代志，我话伊讲人迄个我有听讲即个杨贵较早伊有用白话字写的，伊讲那安尼伊即篇文章爱定写，伊讲文学的台湾精神，即篇文章爱定写。我较趣味的是安怎是安怎竟然杨贵伊是一个真优秀的作家嘛若照即个评论来讲，伊会感觉讲实在是白讲起来是赖河的即个文学，或者杨贵的文学的成就会使讲比赖河佫较悬因为赖河伊徛伫遐要条工要无爱用伊上流利会当写的日文去写，伊条工伫遐咧扭空看，我条工无爱用日文写所以伊伫遐的时阵，可能伊的这纯文学的这个成就会比较无毋过咱即摆咧讲来讲台湾文学的天赋还是啥物款拢会去摕到即个赖河即位第二站就是我要来讲的，就是互我较印象较深的就是佫倒来一张啦即张就是讲平迄当时阮后生多，我若调工请来参加即项文学对谈啦即个会后了，大家就拢会当有轮流发表的机会嘛即个魏阳伊出来讲伊就全部用华语讲阮后生起来差不多80%到90%用台语讲再10%讲袂通就用英语讲所以伊感觉伊嘛真郁卒啦我讲我真正真爱学了即个魏阳伊过顶工阮坐巴士要去三沙巴巴的时阵伫车顶，阮就有麦克，安尼轮来轮去一条工徛起来，用安尼讲袂通的，无啥足通的台语啦半通使的台语，全程用台语来去讲实在是大家来个拍扑克甲鼓励甲安尼我是讲像这是会使讲即摆咱台湾青年的模范啦我过无几个月伫太平洋时报读到即个魏阳去改成是圣路易的即个访问的报告
的报道哈，就听伊讲是专程用台语演讲，所以这两项代志，互我特别深啦吼。这场演讲的主题是虾米款的？咱先来，我先来画过来这张好了吼。咱先来看这张图啦，看这张图哈。因为迄场是主要我要讲的是讲，我的主题就是写伫遮这个灵感的传达甲再创造啦，甲再创作啦伊伊差不多有几个主要的节目啦第一我有讲偌好到老咧走唱队伊嘛有来遮表演，或者伫遮林文正博士代表台美人笔会含这个太平时报来致辞算讲是一个台美人的文学甲台湾的文学一寡交换意见的文学欣赏会啦伫遮阮牵手伊确定伊嘛来念一首诗啦伊伫迄讲伊嘛念一首即个郑雅怡的诗作，放一支笔合花啦然后有逐个有轮流发表一寡感想我搁转来头仔张其实迄讲我讲的拄好伫2010年迄阵我是做台湾联合基金会会长阮有办一场1947就萧太连的即个音乐会伫遐迄个主题是含即个阮在地一个 Torrance Symphony 合作阮即个附近的即个交响乐团合作佫有组一个差不多要到60个人的即个合唱团含 Symphony 做合作即场我感觉办真成功啦，因为大部分因遐拢是迄个犹太人的款啦迄个指挥伫阮南加州嘛算一个出名的指挥较难得的就是讲迄个指挥有一个 pre-concert talk 按即个228的代志调工去研究甲足清楚伫遐向安尼开毋是台湾人和台湾人做伙解说甲诚清楚入要即个办即个音乐会时阵，我着调工讲拜托一寡艺术家看会当讲恁先去听即首即1947迄个序曲啦Overture 1947 Overture恁来先来听即个音乐恁较用恁的感动来画图啦其中感谢今仔日哪面毋知有来无啦小英姐即个李淑仪毋知有来无伊画一张伊迄张图我阁会记叫做1947伊图的名一个抽象画啦另外是阮后生画啦所以我特别叫伊来伊画即幅图真趣味就是差不多用一张树足侪疼的心才有支持2支8支都228你来看下骹即个啦下骹一个囡仔坐伫遐咧享受才有一个光入来伊的创意大概是因为对美国的囡仔要讲228要论真深嘛无可能伊会敢知影讲咱有一个真悲惨的历史毋过经过逐个人的拍拼互因这第2代第3代会当享受即个和平甲疼即个生活应该是大体上是安尼啦所以伫遮我咧甲你解说这是我调工摕迄间音乐会 program 伫遐咧，虾米讲我想要讲虾米款OK， 安尼即张大部分咱就是讲过过来所以今仔日我就是要用即个一幅图啦就是即个蒋阮后生伊画一幅图伊创意的开始到文化基因即个流程来说明讲即个艺术再创作
一寡可能的流程啦吼。啊，伊的灵感吼，应该是拄好要当大人啊，即个心情足尔复杂吼。伊创作的现场是伫倒一搭咧？离阮遮吼有一个叫做即个 626 Taiwanese Night Market 啊，这626吼是足侪伫圣格菲尔瓦里遐吼，就是足侪咱台湾人大的社区的电话的后三后三马啦吼。伊号做一个叫做 Taiwanese Night Market， 就招足侪即个单位吼，去到伫迄个足闹热的所在，伫Downtown LA 吼，就是即马人咧拍篮球的迄个叫做啥物款？迄款是啥物款？迄个 Staples Stadium 的头前遐围起来，伫遐有咧摆迄个夜市仔就对啦，伫遐伊去互邀请去遐做即个live artist， 伫遐现场画啦伊的通路啦这是就是伊创作嘛，伊的通路就是拢是足小型的家庭式的即个文化通路啦我会记是讲，阮伫即个结婚前的家庭感恩礼拜伊有用即幅图因老母 Christine 有念伊是伊写的一首诗，就是为着伊要来办即个伊的结婚式伊要办一个个人展啦伊拢总展差不多毋知几张我袂记伊每一张图用这画展来感谢父母来回想伊囡仔时代的即个快乐的生活佮感谢伊的 siblings 伊兄弟姊妹感谢伊的未婚妻，感谢伊未婚妻的家庭尾后上尾一张是因的将来安尼啦差不多大概是安尼啦过倒来伊的通路即有较大淡薄，就算讲好顺天美术馆即个柯凤元董事长伊决定要甲600几幅的即个图送互即个台湾的文化部是即个图拢足无简单伊迄是像讲足有。即马可能甲100图会当卖几百万的迄种图啦遐受众去参加大部分拢是南加州即个同乡会、教会一个爱艺术的人啦佮落去就是讲因遮的图600几幅，换转去伫国美馆了后，因遐特别做一个海外春灯春灯的一个艺展来了了就藏下来，就可能无机会所以因老母足毋甘我无采即幅图送去到迄个国美馆连展览都无展览就冷冻起来安尼好甲在有甲展一幅讲伊为着即个要关倒去，互台湾有特别画一幅叫做 corner， 迄幅有摆出来，当一个正中心的位置所以是若安尼到遮文化局，若讲针对风吹即幅图来讲我想伊嘛无阁有啥物款的文化通路的机会除非讲有啥物款特别的原因较会当出来其实是遐600几张图拢差不多名拢差不多啦，你管去了，可能除非讲你是足有名的较有可能有法度通得到即个展览的机会啦这是拄则我讲过，迄是叫做Downtown Night Market，Downtown LA Night Market 就是2014年伊的即个原来的即个发想的即个感动，就是讲要当大人现在即幅图，其实即幅图若无啥解说，可能大家也毋知伊咧讲啥啦其实就是差不多，就是讲一个囡仔行入一条细条路要当大人到底伊要放风吹，风吹若放出去，毋知要飞去倒一搭，伊嘛毋甘风吹放去，所以伊才咧丢图啦
走到这个场度吼。啊，这是迄个阮洛杉矶的东港遐附近啦吼，伫迄个 Staples Center 遐吼遐附近吼。啊，这是伊伫遐画现场，伫遐画距离涂骹伫遐咧画7、8度，所以应该足紧就完成安尼款吼。短短时间就完成7、8度。哦，啊了，这是伫即个伊的结婚式吼，进前有办一个小型的展览啦吼，差不多遮头展览才600个，看我若无记吼。啊，展览了，遐图全摕入来，即个舞池遮吼，啊，咱有去跳舞，有去参加迄吼，啊，就咱摕着7、8度转去啦吼。啊，所以逐个足骨力吼，出来表演节目安尼吼。啊，所以是了吼，700改成是咧画伊出身伊家庭的款，啊，700就是100风吹安尼吼。好，安尼伊就是讲伊每700度的吼，每700度啊，伊拢有写一张批啦吼，应该是写成无算是诗啦吼，应该是批啦吼。啊，所以咱即马吼，咱来请即个君宇吼，啊，你来读即张批好无？好，我伫遮。好，大家好，大家平安。啊，我即马我尽量用这样的心态来读即个批，啊，希望无离开伊的意义安尼。Okay, so dear childhood, it is a bittersweet moment for me right now as I stand on the path before me. It has been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what is required of us all when we continue down the path ahead of us, having to leave you behind. I will always remember the moment of carefree play, the times when we jump over couch cushions to avoid molten lava, when we were Power Rangers and ninjas, when we caught that rat and inadvertently scared Mom out of her mind and had to wash our hands for a very long time. There are so many memories that I want to recall, and a big part of me wants to stay with you and have more adventure together, but I couldn't help myself but grow up. But guess what? I met a girl. She's the most wonderful and beautiful person I have met, and she is really fun to be with. I'm sorry I have to leave you behind now, but I will be going on a new adventure together with her. I will always keep the memories we had together dear and close in my heart. I will miss you, John. 啊，多谢君宇啊！我想着我敢是美国一种叫做 Dear John 的即种的批，就是讲你要看你的爱人离开，就写一个 Dear John Letter。I wonder. Dear John. Or Dear Abby when you're asking a question. 我会记得我有即种讲法，就讲 Dear John， 啊，就是讲好要含伊离开啊，啊，就写着 Dear John 的 letter。啊，我有甲伊翻译做即个台文啦，吼。啊，我请 Christine， 就是伊妈妈来读啊。OK， 我会记得迄个即张700度吼，除了是讲要当大人，应该是伫伊要结婚进前的迄款的心境啦。喂 ，OK， 亲爱的当年，行伫当大人的路里，心内充满欢喜、兴奋，也毋甘。到呾也真困难了解，要出发行人生新的路程，所必须要做的就是离开你。永远袂记得细汉咧佚佗的情景，伫碰椅顶面跳来跳去，因为咱爱闪避火山爆发的喇叭，咱做忍者抢海贼船的珍珠财宝，啊，阁有迄边掠着一只要死的鸟鼠啊，互妈妈惊到要死，爱洗1点钟的手，
有真侪记忆爱要珍惜，毋过伫我诶头壳内有另外一个声，虽然无爱离开你，但是我无法度，我一定会继续大汉。总是你嘛知，我有拄着一个真水、阁美丽诶查某囡仔，甲伊做伙真新鲜。我含伊同齐要去做伙去探险。是的，我亲爱童年，即马就爱离开你。我会甲咱汤甘蜜甜诶爱情刻伫我诶心内，我会永远少年你。好，感谢Christine 哈。我想做一个妈妈念这张批吼，我迄个感会特别的感情啦吼。我会记得，因即马拢会感觉讲因咧顾囡仔，就是阮的孙吼，伊讲哦，你毋通伤紧大汉，你永远安尼留伫即个做囡仔的时代吼，无可能啦吼。啊，即幅图是即个诗是到尾啊，伊想讲伊要经600度起来吼，啊，甲伊迄个景出来吼，所以其实伊原来的即个创意吼，是要当大人吼，啊，伫遐真迷茫啦吼，啊，真毋知影要路毋知影要哪行吼，懵懵渺渺吼，啊，连要出社会，啊有家己去趁钱，家己饲家己吼，迄种的心境的款吼。啊，这是伫即个顺天美术馆吼，个别展啦吼，啊，这陈辉良馆长吼，啊，我嘛无甲伊讲即个伊即幅图意见是啥物款，啊，毋过伊条工甲伊摆伫最后一幅啦，吼，而且这大部分拢是即个伫台美画家诶，啊，伊条工甲伊摆伫最后一幅。啊，可能是伊是上少年啦吼，啊，我只要讲伊诶粉诶时代，伊是来定讲这是台美人第3代啦吼，啊，这可能拢是较前辈诶台美人诶画家，啊，伊才是上尾啊诶一幅啊吼，啊，伊诶意思就是讲，这嘛是代表讲伊做即个顺天美术馆吼，啊，20-30年诶迄种诶心情啦吼，啊，伊要甲这个图放出去吼，伊心内嘛真毋甘啦吼。啊，若管出去了后，迄个别人个啊，啊，人免啊展览，人免啊去解说啥物物件，迄个拢毋是你个手尔吼。啊，毋过所以伊条工来摆伫即摆，啊，就是讲好，安尼个放出去了后，互飞出去了后，啊，伊嘛期待讲，啊，迄咱袂当控制啦，啊，毋过敢会当寄望讲。啊，即个图转去到台湾的时阵，啊，会当有一个新的阶段啦吼。啊，正平这是阮提早去斗虾米斗牌的即个相片啦吼。啊，即摆图一个囡仔有无吼？一个囡仔咱望来啊，徛一把虎吼，啊是咧描写讲伊想好，啊伊感觉讲哦，安尼伊当年足尔快乐吼。即2幅吼，即2幅就是咧。代表讲哦，伊含个女边拢足急要大汉啦吼，啊，拢安尼穿安尼较迄个上班的衫还是啥款，但是因较用即个囡仔翁仔头做代表啊，就是讲其实讲咱拢足急要大汉啦，急要家己要独立，其实咱的心内拢抑个那亲像囡仔安尼啦吼。啊，即摆我条工翕这啦吼，这是即个顺天美术馆吼，迄个遮有一个签名簿啦，啊，因的签名簿啊隔壁吼，啊有摆即个大文通信安尼啦吼。这是即个迄间即个诶全景吼，啊，遮是即位是即个萧庆瑞教授，伊是现代艺术中心诶主任吼，啊，文化部就是派伊做代表吼，来贴即600张图吼，这是人咧访问吼，咧访问奖安尼吼。
啊，伊讲一句话啦吼，我还阁记诶。伊咧评论，因为即张图，即张即个艺术展览吼，即等非常馆长该号做讲即个吉甲典啦吼。我想意思，伊诶意思就是讲，这哪咧搬一个吉啦吼，啊要讲一个故事啦，啊是要讲啥物款故事呢？是要讲即个考方员博士吼，伊安怎修图，啊安怎起来保护遮个图哈，为着要收藏遮个图吼，啊伊用一种足大栋的一个建筑物，伫鄂万遐算真迄个有价值的地区吼，啊设即个美术馆吼，啊所以即个萧敬水教授吼，伊有讲一句话，我还阁会记吼。伊讲其实吼，即个考方员董事长吼，伊毋是一个收藏家啦吼。伊若讲伊用迄种收藏法吼，伊买诶图吼，拢毋是吼，因为足侪人都是讲，伊拢用疼心咧收集遮个图，啊，若艺术家画画，啊，无人咧买，伊就拢摕去伊遐，啊，伊毋捌咧共出价。就是讲伊这收藏毋捌咧共出价，啊，所以讲伊讲考方员董事长，啊，伊毋是一个艺术的收藏家，伊是一个疼惜台湾、保护台湾文化的人啊，这是伊的他们吼。啊，萧清水教授是即马目前有少数啊用即个台湾土地做史观啊来论即个台湾美术史的人啦啊，伊是即个什么时代呢？即个张灿宏做台南市长的时代伊是即个做台南市的文化局长啦这 OK， 这差不多大部分有讲过我特别来介绍这幅图，这三幅有讲过。这幅图伊的你甲看到中一部分，其实这个较快伊这幅图这个主题伊号做 corner 就是讲用脚拢无路你走无路我是用，其实我鼓励讲，伊捐几幅图去我嘛有一个私心啦就是讲寄望讲伊这图的名若有英文我搁翻做白话字若去展览的时阵敢会讲安尼嘛变做讲对白话字有一个推广啦我会记我是甲这幅伊英文名叫做 corner 我是。甲伊迄个翻做到遮来到遮来无人退到遮来毋过展览的时阵伊可能嘛是用英文到尾中文，伊怎甲写做中文叫做无路可退啦别到我昨昏去 internet 甲search一下伊若写白话字出来，伊甲伊改做笔调啦用白话字写。是无毋对啦所以即幅图的创意，我相信大家当家己去欣赏啦总是也有一寡台湾元素就是讲即台湾元素嘛有一寡日本元素啦台湾元素，讲即支剑伊即个设计是原住民的迄个色啦这是较早台湾民主国啦当然即台湾民主国大家有无共款的评价不过伊选这可能含伊个人嘛有一寡关系，伊家己想法伊足爱好的这设计安尼伊即幅看即个面伊可能是足爱日本文化迄款伊就讲这武士若要出征有时拢会挂一个面具啦挂一个 mask 伊这是根据好的骨伊这好的骨。正讲好的骨气甲伊画出来安尼啦好，安尼咱即马咱来
要进入即个第二部分的进程吼，咱休一下啦吼。啊，咱第二部分是要来讲即个 AI 敢会晓读写台语文啦吼。进入第二部分，咱来休一下。我先请君宇吼，你来做一个艺术家吼，你来做一个 comment 吼。其实即几工我伫遮咧准备即个讲稿的时阵吼，准备即场演讲的时阵，我常常去想着讲吼，你有来咱论坛讲过2遍吼，你的主题拢是含即个改变有关系吼，transform 吼。我想用你做一个建筑师，搁做一个艺术家吼，来论这一定会特别有意义啦吼。真感谢讲你搁咧时差的中间，你就会当答应讲要来参加即场论坛嘛。搁甲大家搁补充介绍一下吼，即个君宇的图吼，伊是收入迄个巴黎风宫内面永久的伫遐咧展览吼，是连续毋是永久诶，伫遐展览啦，就伫遐。season 啦吼，伊连续3遍吼，摕到迄个巴黎沙龙奖啦吼，所以咱用即个国际级的即个艺术家来甲咱即个拜托你来我安尼足坦白的吼，足坦白的 critique 啦。无啦迄个感谢梁公兄第一爱迄个爱迄个check fact check 就是迄个我参加过迄个沙龙节奥创3届啦，搁参加伫迄个 Art Capital， 就是讲迄个春季的沙龙一届，伊迄毋是永久的exhibition， 迄是一个暂时，一个时间内底安尼，所以无要去遐搞，搁有足侪进步的空间。即摆我就感谢会当参加即个论坛，就是因为迄个梁公兄的鼓励，我开始对台湾的语言有兴趣，因为咱来伫咧美国，就是我想伫咧北美洲做台美人，做美国人较侪，做台湾人较少。伫咧台湾的时阵，古早转去台湾的时阵，我有发现逐个人讲台语较侪，即马愈来愈少，所以这是一个足 critical 正批评性的思维。即马我拄伫咧听的时阵，就是有一个足好的机会当学习，就是咱伫咧烦恼的，就是台语伫咧社会的流失，即个文化的变迁。加一寡问题，即个问题呢，就是因为咱伫咧教囡仔的时阵，咱拢直接叫囡仔都爱服从，都爱 obedience， 所以伫咧迄款久久就是敢若做迄款的，这外来民族的迄款的，colonization 就咱伫咧互 colonize 的中间，咱根本就无发现讲，咱一定互控制安尼。另外一项就是咱台湾人爱对家己有信心，台湾人的信心会是帮助咱文化甲语言，继续生存的一个正大的力量。假使咱无对咱家己有自我的信任，一时就会去互韩国人汉化，还是日本人日化，还是少年人伫追求的是像你讲的 consumerism 迄个消费的广告 marketing 啥物，迄是足强的影响力。一时咱的青少年的囡仔就去互迄款的吸去。安尼即个时阵，台湾的语言就愈来愈困难。迄是我发现，我观察的危机。迄个我感觉梁公兄囡仔的关系，是我学习着正大的一个
好诶模范，就是要安怎互即个语言继续传落去，啊，伊有法度甲伊诶囡仔教讲，伊会当听人讲话时阵，80%、90%是台语，啊10%是英语安尼，啊，迄款诶比任何即马伫咧台湾受台湾教育诶囡仔较强，实在是足无简单诶，足无简单诶，所以最基本诶就是为家庭。我看是为家庭开始安尼，吼，安尼迄款，即个，伊拄拄仔你介绍诶，足侪诶历史，咱台湾诶历史，也是伫咧台湾，为台湾诶文化拍拼诶人诶历史，迄款诶，其实对我来讲，我诚实咧，我其实了解诶拢足少诶，所以是一个诚好诶机会。来了解啊，要做台湾的文化迄个传承，就爱为迄款的，就爱像诶安尼，就爱为家庭开始，继续会当看一寡迄款社团，还是找一寡无共款的文化通路，像你讲的安尼意向。多谢金怡哈，金怡无简单，是算小留学生来啊吼，啊来遮住伫 Connecticut，听讲恁厝边拢无台湾人，敢毋是？较少，还可能拢若是少年。伊安尼佮甲台语安尼讲甲安尼，实是真痛苦。无，这是靠你学习诶。我靠你学习一年才有法度讲较淡薄仔较顺。诶，进前都无法度啊！我想台湾诶文字是真重要，佮真就是敢若John伫咧写迄个批啊，伊伫咧写伊诶 childhood，其实这是靠一个，像咱是一个 disjunction，咱离开咱诶文化，就是敢若咱会当甲迄个变成讲Dear Taiwan。Okay, at that point, you see everything makes so much sense。就是咱离开咱的文化，啊，去到一个新的文化，也是伫咧改变的中间，迄款的transformation 是足侪感情的，足侪感情，啊，就无遐尔啊简单，无遐尔啊简单，但是有诶时阵是咱是爱一直试安尼，感谢迄金怡啊，嘿，安尼无，咱即马吼，我想咱搁用一点仔时间看到遮时，咱看有啥物要讨论无吼？啊，是毋是咱请主持人来点名，看有人要讲啊，我知影迄若可能你嘛有趣味讲，啊，你遐敢毋是讲迄延安嘛，还是嘛有想要有可能就要comment啊？无我就记得哈，咱这个机会，咱个拍开啊，大家来讨论一下，较进入第二阶段安尼嘿。我原底是想讲后壁迄部分，可能甲我请延安啊，搁有就是文学单位讲，因是请单独来做代表，嘿可能迄部分甲因要讲的内容较有关系嘿。毋过咱即马到遮小可停一下啊，就是看大家对头前即部分，我想像我家己看到的，就是一个台美人。那即马来讲是算是其实伊是第二代啦吼，对，因为头顶拄则讲是第三代，小解讲伊是第三代，其实应该算第二代。伊是较细啦吼，啊，因为第三代，但对考方员当时长的角度来看，伊是第三代啦。然后伊的第三代就是后面遐第三代囡仔变化。好，了解，好，所摆讲是第三代，嘿，是，对，我看到这部分是因，若是照即马看到这幅图来看，伫伊的身躯顶，咱看到啥物款的文化基因，一个就是伊的图内底，伊咧创作的时阵，伊有台湾的元素伫内底，嘿，这个物件是对一个艺术家来讲，迄毋是凊彩。伊去找资料，伊就会当看到诶。这一定是
伊有经过不管是家庭的影响，还是讲教育的影响，才有法度有即款文化的根底。伊才有迄个灵感，讲我今仔日要创出一幅图。我拄则我看到迄幅迄个corner的时阵，感触足深，都是敢若咱互人失眠的迄个状况。我毋知影讲伊咧创作的时阵，因为拄好迄幅图，梁光兄有讲，伊逐幅图拢有写一张批。我毋知影迄幅图，迄张批伊是啥物内容，我足好现的。嘿，对啊，因为我看到就是咱互人失眠的迄个现象。嘿啊，伊有台湾民主国，伊有日本的元素啊，伊有就是伊要敢若要看到啥物对敌要武装起来迄款状况，嘿，所摆遐个元素都是毋是一个你凊彩找一个台北人第二代拢有法度解说遮尔济物件，啊是讲伊的头壳内底就有迄个物件伫咧，嘿。啊，所摆我想，这是互我若要讲对应讲咱即马在讨论的即个文化创意的即个部分，我看到即部分就是咱安怎甲咱想要爱的迄个文化的基因，吼，成做咱第二代的会当成做咱第二代，还是讲第三代，团团即个基因。有啥物款的法度？嘿，这是一个会当讨论的，嘿，对，好。啊，另外一个部分，我感觉先讲遮好，对好啊，就是讲，嘿，对，嘿，就是看大家感觉对这个看到一个台美人第二代，嘿，啊，伊的这个艺术的创作，甲咱即马要讲的这个主题，大家。有啥物款的想法？嘿，即马就是邀请大家会当开麦克来讲看卖，嘿。想来中间啦，我先来回应迄个有关迄个 corner 迄幅图啦，是。迄幅图其实是我拢真鼓励，我无你送个图去，但是伊感觉讲伊要删除这个图，迄是小可较囡仔时代的图伊爱去。条件佮画一幅图来代表伊的心境啊，是伊就是迄个中间伊画这幅图出来啦，所以伊先要画这幅图，伊嘛无向我嘛无沟通啦，毋过这就是我想捌艺术的人可能伊看到就知迄个意义的款啦，所以我无转去看啦，就迄个海外尊顶的迄张艺展我无转去看。毋过伊有传相片来互我是放伫一个足重要的迄个位啦，所以伊加去画这幅图，电脑拄好有，其他的图拢去编起来，或者拢编起来。我是因为嘛去编伫遐安尼就无彩。足无彩，所以是趣味的，就是讲伊变做因老母咧怨叹啦，我无代无志一摆较大白个图你摕得去关互人，我囥伫遐，永远你就无法度人看到拄好叮当的母亲节的款，伊佫画一幅送互因老母啦，对寸节较少，迄个创作的来源就是讲。伊有一工带因囝去放风吹啦，因囝要放风吹叫伊放拢毋放啊，拢毋敢放。来啊嘛，风来啊，你爱等风嘛，风来叫放拢毋放，囡仔一个差不多5岁囡仔，拢毋放，所以伊较讲哇，伊较想着讲对，伊就是安尼拢毋敢放，较早甲迄个个另外画一幅送因老母今仔日无准备，摕出来互看，以后若有机会甲大家分享。我有看到迄个艺夫兄咱这心理精神科医生我来个感谢。也是讲，君主制敢有看到咱妇女会有先进有艺术相关的背景？大家拢足够的伫
迄个，迄逐个人拢做搞诶，逐个拢好了，会使参我加。咧讲，我看着，我看着足侪咱伫咧妇女会做伙画图诶朋友，好，好，后来谢娜的妈妈，嘿，谢娜妈妈，哦请讲。今日真欢喜，讲会当伫遮拄着遮尔济创作者啦，就是永安，阮捌写过批哦，毋捌真正见过面，啊伫遮拄着真欢喜。我当然为种迄幅图会当看出讲家庭教育是作用性。我看着迄幅图的时候，我想讲，其实伊知影诶，甲台湾有关系，台湾文化可能比台湾即卖少年人无得较搁较济。像讲迄只好，毋是逐个少年仔拢知，看着迄只好，就知影讲迄甲迄个英国历史有关。毋过，我即摆咧想的是，拄开始的时阵，老师讲的一个问题啊。我想即摆现场有遮尔济创作者，我是要想讲，问讲逐个是要安怎做？就是讲，若做台语以台语文为主的创作。也是甚至讲，咱会使讲若做以台湾为主的创作，要安怎抓到一个平衡，就是讲，其实消费者是较歹接受，因为足侪人毋知影嘛，足侪人嘛听无啥，袂惯势。若共款遮的内容，共款遮的创作，若变做另外一个语言，还是讲另外一种 style， 像讲即阵啦。画出版社伊要出册进前，甚至要找一个作者来写进前，伊会先去做市场调查。即摆市场人要爱啥物？我先调查一下，我才甲即个作者讨论讲，你爱安怎写一本册才卖出。相共就是讲，我若爱看市场，我想，大家拢有经验，就是讲，若看市面上啥物人较介意的，也是讲啥物主题人较要听，也是。较要读、较要看诶，其实伊是有一个潮流。只是做台语伫现场时，我若看台湾诶市场，就讲大家对台湾诶文化、台湾诶历史哪来哪关心。台语嘛加减有，只是因要互即阵消费者学甲会晓消费台语文诶创作也是作品，较困难。所以变做讲，咱市面上即马若讲看册剧就好啊，会当看到足侪甲台湾相关的产品。只是台语的册，我袂当讲伊卖了较歹啦，只是就是讲真正会当去买来读的啦，就加较少。像讲即款问题，我想永安嘛是会拄着永安，就算讲表演咧跳舞，只是。若拢写白话字，其实看有的人就是较少啊。安尼要安怎？大家要安怎做？用啥物心态去？我家己，我先讲我家己，我家己想讲，这是对我来讲重要的代志，有意义的代志，所以我就继续安尼做。只是我想讲，若我是有外汇啊啦。我想若讲真正一个较少年的创作者，安尼因是要安怎？要安怎做？要安怎去抓到一个平衡？讲我会当做我家己想要做，我感觉有意义的东西。共一个时阵，我嘛会当找到一群消费者。这是我的问题。我想，你分享先讲。我想是 consume 哈，理解哈，咱会当来有个有时来讲消费者，个消费者文化，咱来看较无哈。其实 consume 就是讲使用啦，来讲咱嘛理解嘛会当讲欣赏。还是讲你欣赏的时阵，你和创作者的这种的感应，迄种的物件，迄种物件，咱对于是理解这个消费是中性的啦，吼。第二项吼，我想迄个讲伊咧画图的时阵，因为伊本身嘛是个是一个迄个设计者啦，吼，伊嘛有咧设计物件，所以是习惯讲伊要画图的时阵。去 research 的时间不止遐长的款，所以讲要画这张图的时阵，伊就可能去研究一个有关的伊的创意有关的物件，先当 sketchbook 画几个主要 concept 了，最后较去画，所以是差不多这种的情形。多谢贤爱妈妈的 comment。好，
因为现在妈妈有点延安出来讲话，我想这对是真适合请延安来分享伊创作的心情嘿。我邀请延安来是因为咱这边就是有讲到咱用咱原地有的物件去改编嘿延安有改编单类的作品，白色的甘蔗园。正做舞蹈，嘿嘛有其他诶无共款诶改编就是甲台湾文化诶元素放伫伊诶舞蹈内底，嘿即马就是邀请延安来拄则现在妈妈有讲即个问题吼，就是讲你面对市场，嘿可能毋是有遮尔侪人都会知影安怎欣赏，你创作诶心情是安怎是安怎你会坚持继续。做这条，行这条路，安尼嘿，请延安，多谢。多谢迄个，多谢现在妈甲迄个梁光兄吼，毋知我声音敢清楚，会使吼。我头拄在欣赏迄个奖的图啊，感觉就赞的，嘿，尤其我感觉甲我家己较相像的部分，就是。伊毋若画图嘛有，就是家己那像家己的图用文字记录落来。其实以前我画图较袂安尼，现处时就是我伫画图的迄个工作的时阵嘛是会写字啊，嘿，因为我感觉就是即马创作的方向就是较为即个。毋若想讲小说，还是讲诗啊，还是讲就是较文字调的物件来转做图像甲舞蹈，所以我家己伫过程嘛来做足侪迄个文字记录。其实我感觉创作对我来讲是无法度趁钱，就是无法度靠创作来生活，所以。其实我嘛有家己嘛有即个觉悟，所以就是这几年有出去找头路嘿。毋过就是创作的迄个方向嘛是拢继续进行嘿。其实就是我甲阮看的最近有在讨论，若是伫迄个资源遐有限的状况之下，阮阁会当做啥物嘿？其实拄现在妈妈有讲到，就是即马大部分我是讲伫中华民国社会嘛，就是大家其实就是迄个台语科啊、台湾科啊嘛是足细想要真正到现场欣赏的迄个观众人数嘛有限，嘿，所以讲其实有在想讲，阁有啥物方式会当看即个台语台文，还是讲台湾文化。我想讲，嘛，反正就是用录影还是做影片的方式，嘛，有可能是一个方法啦。就是至少，因为讲你若现场表演，就是有啥物舞台顶啊、设备啊、场地啊，就是迄个收费足悬的，所以。反正当就是做迄个，我家己是想讲会当为影片做起，这是我头拄听现在妈在分享，就是即马的现象，嘿，毋过我嘛是足甘心嘛，就是遮个友谊，就是拢有教我在鼓励，毋管是伫咧迄个面册，还是讲IG 啊，就是我拢会。拢会分享一款我家己画的图，还是跳舞的迄个影像，就是其实拢有继续在做，敢讲发表的形式目的较是现场安尼嘿。毋过若真正有机会，我嘛是当然嘛是会去现场跳舞安尼嘿。毋知敢有回答到迄个现在妈的问题？因为我感觉迄个妈妈吼，是，我是咧讲，是老师先讲。
我想你的迄个问题吼，问 Gemini 吼，我是感觉伊回答较诚好，所以较顶仔咱用即个搁落去的时阵，咱是毋是讲咱即摆搁继续来甲讲落去？了，咱继续继续来讨论。因为你拄仔问的问题吼，拄仔好我咧问 AI 的时阵，拢已经有讲着。我讲，我主要甲问一个问题，就是讲，假使你若是行政院下骹的即个教育部和文化部的一个语言政策的顾问吼，你会有啥物款的建议啊？吼，了后我搁甲问一个问题，讲其实我嘛毋是啥物顾问，我是干那是一个草根的台语运动者，安尼我会当做啥物款？我伊回答出来即个物件足值得吼，足值得咱搁来想较深的啦，吼，安尼好无？咱先迄个。好，先等者，咱落去了，较搁来讲，好无？好，我即摆就是讲用安尼啦。我雕工吼，我这 AI 我拢无甲改过吼。伊错误的所在嘛，互老李错误。我嘛无一定完全同意伊的讲法吼。毋过我会感觉讲，哇，伊安尼实在是讲了一寡的论点吼。我拢无想到，甚至伊比我搁较敖啦吼。我甲伊谈声吼，我就是足简单，我就是敢若甲拄则迄幅图有无吼？咱第二迄个文化创意生命迄个生命流程图吼，我甲伊搭去你 AI 啦吼，伊就互我即个答案啦吼。当然伊讲足济，我就敢若甲讲即个结论的部分，我拢无改啊，我伫遮啦吼。就是讲吼。伊即张图，伊要讲的主要论点吼，就是讲咱遮个创意的产品啦吼，就是讲当然这商业的产品，迄个 craft 咱就免讲啊。若是讲是真正的艺术品吼，你要表达你的意见遐吼，迄拢毋是高级的一项物件吼，迄拢是完全是按照伊特别的一个特有的一个文化的 DNA， 就是讲文化的迄个。文化基因吼，经过即个创作啦吼，搁即个文化通路啦吼，搁到即个消费啦吼，来到尾搁流入去迄个文化基因内底，吼，当然伫遮个物件是偌宽吼，伫即个 framework 就是个结构的内面，有来会受到。你当时的迄自然环境啊，你的家己的即画面，就是个灵性吼，到迄个社会制度来影响吼，所以我甲大体用英文我回答啦吼。来我问第二个问题，我问第二个问题是讲，假使即张图吼，若是讲要论台湾文学伫1990年代台湾介入下的处境吼，用台语写的。文章啦吼，这毋对，文化吼，无报纸要刊吼，嘛禁止讲台语。安尼你的评论，敢有啥物款无共吼？我甲先甲大先，我阁有问伊一个问题啦吼，但迄个问题我可能较有关即个产品设计的物件，就是讲即个营销的问题啦吼 ，marketing 的迄种的个 product design，用迄个 design thinking 的即个 process 吼来问所以我即摆过来甲问讲若是你即个台语文学伫1990年代处境吼是安那啦吼，这是个回答，我拢无甲改过啦吼。伊写台语写法华语，互华语影响，毋过天龙讲抑阁会使啦吼。我来念看嘛，等有人要念，无我来念啦吼，这省时间我来念较紧啦吼。这是一个真有力的。假设啦吼，那将即张图放伫1990年代前后吼，改严初期的台湾，特别是针对台语文学的处境来看，即张原本看起来顺利运转的生命流程图，会变做一张即个拆字啦吼，长字甲底框的地图啦吼。迄个时代正伫改严，
但是文化的概念也未结束。这张图的每一个环节，吼，即台湾我嘛毋知要怎讲吼，拢充满着矛盾甲痛苦。以下是我做一个文学评论者，用台湾文字对即个framework 架构吼，重新的解读啦吼。伊讲这循环，长理的循环吼，就是讲被消音的文化基因啦吼。这张图若是摕来看1990年代的台语文学，伊所表现出来，是一个流程，是一个特爱啦。这是一张说明台语文学安怎伫制度下伫制度压迫下吼，强找出活路的血甲目屎的图安尼啦吼。所以我是讲，伊写安尼是袂歹啦吼，无100分嘛，有80-90分啦吼。来是讲通路吼，咱个图内面吼，即个通路吼，伊画一支安尼会顺线的箭头吼，这伫台湾文学是完全无成立的吼。现实的处境就是讲，迄当时报纸的副刊出版社拢是华语霸权的天下，台语文章寄过去。编辑看无，也是讲你是谎言毋堪吼。而且评论吼，伊讲即支字头，即支字是长去的吼。台语作家有满腹的感动甲创意，嘛写出创作，毋过拄着通路就崩壁，造成台语文学被迫行向地下化，靠由印刊物、同人志。或者是像台湾通信这款边缘的管道来流传吼，途中内面的电视机甲收音机放送的拢是北京话，台语文学伫主流媒体是失声的。我是讲伊这是写甲袂歹吼，因为伫1990年代迄阵吼，迄8点档的拢抑个拢无台语的啦吼，嘛无台语新闻吼。伊讲第制度，伊讲制度吼，伊讲即个制度吼，毋是要甲咱帮忙的，是凶手啦吼，要甲咱刣的吼。讲即个图下骹即个制度，看起来那亲像是咧支持规个循环的地基啊。但是伫1990年代，中华民国的教育制度甲语言政策，其实是破坏即个循环的原乡吼。现实的处境。伫学校禁止讲台语，罚钱，挂9摆阴影，游园地咧。教育体制教出来台湾人会晓讲台语，但是袂晓读台语文。评论吼，即个制度切断了消费即款吼，讲消费者即款含创作的连结吼，所以是有创作，但是你无人会去消费，无人会去用嘛吼，互欣赏袂到，因为无通路嘛吼。就是算讲作家写出来，通路硬甲摘出来啦吼。但是读者就是消费者，因为受过国语教育，变做台语文盲，造成台语文学有作者，但是欠缺读者的悲剧。这毋是市场机制失败，是政治制度的误杀吼。我是小可惊一条啦吼。伊较会讲遮个话出来，什物台语文盲啦吼。拄则佫有讲着台湾通信，我也无特别甲讲。所以我是足好奇讲，是毋是我使用即个节目内的消费习惯吼？若别人家己去甲问共款的问题。出来答案，敢会含遮共款？假使讲若是安尼共款吼，阮就足放心咧吼。你讲着一个少年囡仔，因想讲要去了解台语文学，来问讲即个台语文学伫90年代处境是啥物款？安尼因得到的遮个资讯，介少是无正当的安尼啦吼。伊讲着第3项，伊讲迄个文化基因吼，被压制啦吼。
迄个潜意识吼。哦，你讲着讲将正评迄个看作潜意识吼，这伫台语文学嘅脉络来讲，脉络嘛袂晓讲啦吼，台语要怎讲我袂晓，实在是真贴切啦吼。现实处境，伫迄个时代，台语是厝内话是私密的、低产的，甚至是互人看作粗俗的，伊无法度进入公共领域、学校翻译文学等等评论。而且 cultural DNA 变做是一种集体意识的创伤，集体的创伤的潜意识。伊包括着几百年来台湾人的悲欢离合、土地记忆，但是因为无法度透过正常的通路来讲出来，这个 DNA 是无法度见光。箭头对 DNA 指向创作，代表作家是对侵占的这个压抑的中间去挖出灵魂的化声，但是因为循环转去，这个 DNA 正难透过消费来得到进化甲更新，一直停伫受伤的状态。第三，伊讲活命，咱的灵性是唯一的救赎。道顶悬的这个 spirituality 活命，这小可较迄个有基督教信仰，要来了解这可能较简单啦。这可能其他你无时间人论啊。是这个时期台语文学唯一有法度存活落来的原因。评论。若是无迄个要顾家己的母语，要写家己的心声会强大的精神力，精神力。台语文学早就伫通路封锁甲制度压制之下死翘翘啊，是因为作家的心内迄个活命赢过现实的制度，才有可能伫无报纸要刊、无学校要教的环境下。悠然坚持创作，也总结啦哈。那这张图是要来描写这90年代的台语文学，伊毋是张循环图，是一张屈位图。倒边的流程是互切断的，有创作无通路，有产品无读者。制度下底制度是敌对的，消灭母语。正手边的 DNA 是受伤害的潜意识。这张图真正要讲的故事是，台语文学要安怎伫制度的围墙内底，靠着顶悬的这个精神，要甲迄个被脱掉的 cultural DNA 挖出来。是用花甲目屎去冲破迄个看无路的 channel， 就是迄个通路。这毋是商业模式，这是一个求生路。过来我开始用白话字下面讲。我这边我就是来讲姐妹你你是一位负责语言政策的台湾行政院教育部。甲文化部的顾问，请你利用这张图设计一个扩展台语社会的方案。伊写足济我甲来用结论出来。其实伊遐写拢袂歹，就是今仔日时间的关系，我就无搁含大家分享咱会记咯，这是我拢无改这就是写出来就是安尼。当然有一寡错误，但是我相信是95点以上啦照这张图，咱应该爱建立一个 system， 一个制度这是伊要去甲部长的伊做一个顾问，要去甲部长的建议，安尼就对啦
就是国家语言发展法的落实啦咱爱用 speciality 换名来互台语的灵魂来救互台语的灵魂啦伊即个我无讲足了解伊的意思，所以我可能我会解说是救护的护啦毋是干那教条。那咱会当互少年人伫即个 inspiration 就讲是灵感感动的即个阶段，感觉台语是实行的，是风路就浅咯看有台语存在最后伫即个消费的过程那个欣赏的过程的时阵，愿意用台语来表达因的自我，咱就会当完成一个文化创意的生命流程这字写毋对，应该是爱讲这啦这是一个产业计划，毋是干那教育计划。我是感觉讲，这真正是讲到重点啦要救台湾社会，应该是爱甲伊当作是一个产业政策，伫总统的官渡的下骹来安尼调集遮包括文化部、数发部、经发会、数位部、内政部等等的遮，拢爱做一个协调啦是毋那个中央级的、地方级的嘛爱有遮个单位佫来这就较趣味啦来讲其实我干那是一个草根的台湾语文运动者毋是行政院的顾问，嘛毋捌财团啦安尼我会当做啥？你讲这是真正的台湾精神实在讲，草根 grassroots 的力定定比政府的政策佫较有，这是有动头的款啦较有动头，较有力就对啦较强啦你毋免有钱毋免有权，通过这是写毋对去也当过通过即张生命流程图，咱会当为微型就是 micro 微型革命的角度来看，作为一个草根运动者，你就是迄个行动的基因。以下是我替你设计的草根战略第一你做草丘 DNA 的保存者为教为人教变做耍莫干那做老师爱做模范生这句我嘛感觉讲是足对的啦做模范生爱实际家己去实践去家己做草根运动定定有一个困境，就是想爱教示人安那扣字纠正发音互人感觉压力感觉压力真大第二你的行动甲台语的基因放入去你的生活，莫干那讲台语真重要，爱表现出讲台语真心实比如讲，伫咱的群组家族的朋友看长期，这我就毋知影长年图这我就毋知影会时选台语的比如兼讲兼算，这句怪怪，谈无意思
互身边诶人感觉台语是亲切诶，毋是严肃诶。可能就是咧讲话是爱较趣味诶吼，莫用说教型诶吼。伊第二个吼，第二个建议，第二个战略啦吼，创作诶文限则写毋对去，伊则文限就是文限诶迄个较迄个弧度较低啦吼，爱降低吼。伊讲一个名叫做微型创作吼。你无财团支持，所以莫想要拍电影。图内底诶鉛筆吼，對你來講就是所有诶手稿、喙稿，就是我就讀袂通啊。應該是講你去筆就是你所有诶啦吼，你所有當做诶工具啦吼。你诶行動寫台語诶 Google Map 啊，這足有效啦吼。我知影，毋知你媽搞囡仔有來無？伊較早就開始咧寫即個4、5當前哦，伊就開始啊吼，寫台語Google Map诶評論吼，這是上簡單、上有效诶創作吼。去食飯。去旅行用台語漢羅還是白話語寫評論，這毋免大錢，但是會當互商家就是商店看見台語的消費力，看見台語的消費力嘛，互其他的人佇 Google Map 看到台文來第三點，做台語微音用簡單的 App， 甲流行的時事用台語做對圖，我這嘛讀無互台語流通佇少年人的手機仔內底。第三個戰略通路的突破，這可能寫毋對，突破人靈通路，這我嘛毋知伊咧講啥，人靈伊咧講啥你無電視台，但是你有喙，靠近的通路就是交陪，就是安怎建立關係啦你的行動愛安怎？愛建立台語合家歡OK， 我小可人過網絡我小可人過消費者做武器推行這個消費者運動這咱較早20-30當前嘛有咧講這，但是一直攏做無起來這是草根上大的力，你無法度做政策，但是你會當決定錢要花佇倒位你的行動愛安怎做呢？台語優先的點頭店家會支持若有店頭用台語招呼，也是用台語寫菜單，你愛用新台票加啥物下架，甲交關啦並且甲頭家講，我真介意你講台語來溫和的要求莫傷歹第三，回還建立自信這點嘛真重要互人感覺講台語袂見笑。草根運動者上重要的工課，這寫毋對去工課，也寫減一個 H 無發音是互身邊的人特別是囡仔甲少年人感覺台語是活的、現代的、有路用的伊講心內話這上尾一用圖頂懸迄個 spirituality 活命精神其實無佇部長的
办公室，嘛无伫有钱人、好野人诶大脑，吼，就是多钱人也写毋对，写了怪怪吼。spirituality 伫你诶心内吼，你讲一句台语，迄句台语就活落来。你甲一个囡仔讲老早，迄个囡仔诶cultural DNA 就改变啊。虽然你是草根，但是草仔根 grassroot 才是保护土地袂互冒起诶关键。请继续做，你诶力比你想诶较大。到遮吼，好，我分享到遮啦吼，我感觉讲哇，伊毋知有回答到现在妈妈诶话无？安尼，我即摆下开时间，我就交互咱诶主持人。好，梁哥兄，你即马即个画面感会当收起来。好，好，多谢。啊，安尼看我会敢会跳出来，若无跳出来，就是我搁爱。好，有好，多谢梁光兄，多谢君如姐。我对我安怎要设计即个即个宣传单来讲吼，嘛是甲咱的主题有关系吼。就我大先梁光兄找我讲咱即摆即个论坛请我来做主持伊阮有小可参详讲会当讲啥物梁光兄就甲我小解讲即幅图是安怎来佫讲今仔日较多大家听到的遮个内容吼。我头摆看到即幅图，想到的迄个要点就是咱家己台湾文化、家己文化创意的即个可能性。嘿，这有影嘛是咱有大先就是头前有讨论到即个艺术的即部分，嘿，这是其中一个。毋过，就后壁咱在讨论的就是即个台湾文化的根底要对倒位来。若是讲咱无即个台湾文化的基因，安怎创作出有台湾味的作品？嘿，所摆我就想着讲，好若咱要问讲台湾文化的根底，我想才会为咱台湾精神拍拼的先进，应该是上适合来做代表的。所摆我在设计的时阵，我就甲即个宣传单顶悬，就放咱台湾精神的代表，大家看到这是林木生，台湾上伟大的哲学家，嘛是教育家，过来这是王玉德，就是咱伟大的语言学家，嘛是政治运动家，伊是算是海外台语文运动大先有在做的，就伊有迄个台湾青年内底就是有台语文的作品，好，嘿台湾字安尼，过来就是咱伫北美袂当袂记伫的，就是伊若是注重台独运动，嘛注重台语文运动的先进蔡正良这是蔡正良先进，嘿，过来就是即位是咱今年去提顶做先咱台湾文学上要紧的作家。嘛是海外台语文运动的催促者，就是陈瑞生。好，若郑秀平这边我这边就是咱台湾精神的代表有无？嘿，郑秀平这边我就想讲，咱要讲这个现主时喙齿互人加长，这个文化流传的这个梁光兄做的迄幅图内底，互人加长的迄个物件我想这本册应该我毋知影大家有读过，这是迄个林立清的作品。我的青春，我的福摩萨。伊的册皮顶悬，就是有看到一个人的喙，伊的喙就是喙齿互加长接起来的迄个喙齿是有中华民国的国旗。这就是即马台湾的现况，真侪人拢是喙齿互人加长接一个中华民国讲中国话的喙齿起嚟，嘿，下骹即个就是因为咱嘛有讲，望讲即个文化的基因会当愈做愈宽愈大咱爱有创意，爱有无共款的作品出来改编为原底的
咱有诶物件吼，比如讲文学作品诶改编，这是其中一个吼。所摆我就想着讲，暖暖站文科因一直拢有在做台湾文学作品诶改编吼，编做广播出。其实我有真侪朋友因袂晓读台文，毋过我若小解因来听即个暖暖站文科诶节目，因会感觉真新鲜嘿。像阮老爸伊，像阮老爸伊嘛袂晓读台文伊就是自细汉就是台语，就是伊的语言，伊的母语伊就听着暖暖站文科的时阵，这就是有影是拍远诶故事，伊细汉时大汉迄个环境嘛是听着真侪过去，即马已经无人在讲的即只拍远的迄个意思嘿。所摆我感觉改编作品，互搁较侪人看着用无共款的形式，即款创意去甲咱的文化基因分看文化基因，这是我就用这来做一个代表嘛，算是替因宣传安尼嘿。所摆我就用这的概念来做即幅图嘿，来做即幅宣传图。好这是拄则有讲暖暖站文科因大生就是有先做陈瑞生的故事吼我才有放迄个因的 YouTube 大家若是用手机翕就翕即个 QR code 就会带大家去迄个因的 YouTube 嘿过来这是即马在做的嘿暖暖因在做迄个现主是在做人生的作品就是做即套拍远的故事安尼好因为咱拄则有讲到即马在讲改编即件代志嘛我就有邀请拄则有讲话的永安嘿另外佫有就是咱文学单雷公因有在做陈瑞生的做甲乡树宝去改做 podcast 嘿今仔日是单路要来甲咱分享，就是做即个文学单雷公的想法甲你有啥物款的对今仔日的主题佫有做改编的即个感想是安怎对请单路毋知单路即马敢有方便讲话好，好讲来平安，我开一个镜头，安尼，敢有看到？袂看到你有啊镜头有啊，好，来平安，我是陈路我今日头起先就先代表迄个文学单位讲的团队，就是主要是主持是阿关迄个咱编剧是桂兰，佫有其他参与配音的友志来甲大家分享文化单位讲的计划是阿关来画即个计划啦大家会当伫 Google 你甲文学单位讲即5个字汉字等去迄个 Google 内底就会当找着基本上就是用即马 Podcast 的平台其实有一种你放其中一个平台伊会当替你放上所有大部分的平台基本上是安尼在使用的咱进行的过程基本上头起先我会记是逐礼拜应该是逐礼拜迄当阵就是大家就是就较热情啦而且是人较侪的时阵基本上逐礼拜拢会录音落尾手因为时间较长而且迄个工课流程较复杂所以阿关遐需要录音了爱佫收集甲遐个声音的档案佫剪辑了中可能爱放一寡音效因为爱互迄个 podcast 听起来若像是就亲像广播剧安尼的效果所以伊后壁制作的时间爱较长所以落尾手豆豆甲2礼拜一摆即马是1个月一摆其实咱可能大家较好想象啦就是所有的人基本上拢是做义工就是大家拢是因为咱对陈瑞生的作品《乡树宝记》基本上真正读了大家拢真受感动而且是感觉真正那有人会当用台语写咱台湾族的故事写到遐尼精彩所以就是就愿意来做这项代志我感觉桂兰甲阿关两个真正是因做的代志我即马讲出来大家可能真正会感觉到厉害
啊，阮是负责互大家大家招时间安排讲哦，即礼拜哦，还是讲即个月有啥物人，即个时间会当来调查，头一天调查时间，啊，过来就是无法度来，可能咱问一下看即个角色伊会当演啥物款的角色，伊的声音啊甲故事内容啊，伊的声音敢有法度，啊，过来就是贵人，伊嘛足厉害，我感觉真正。伊的工作就是甲陈瑞生这本册已经写好的故事，改编做互咱会当去演，会当去演内底的角色，会当对话本底是干那文字描述，文字写的剧情，啊，毋过贵人会当改编做就是两个人、三个人，甚至一群人会当对话，那像就是一个景安尼去演，那像电影的一个scene 安尼去演，我感觉这。就是真正是足无简单，我家己想，我家己咧现对那咧配音的时阵，就是还袂到我的时候，我就会拿现册，啊册内底写的甲咱的对话的迄个安排，我感觉哇，居然到底是安怎做的？我嘛毋知，伊开偌济时间去做即个转写，转写的即个工课，真正是真厉害。啊，我感觉，其他的优质，其实因嘛是足认真，而且是足热情吼。因为我知影有，其实咱这个 podcast 制作的过程，其实我感觉这是会当有一个机制啊。吼，因为头以前阿关是伫瑞士嘛，啊，伊伫外国啊。台湾遮的优质有诶是伫南部，啊有诶是伫台北，啊有诶是伫东部，啊就住迄个台东嘛，宜兰，嘿，啊所以就是咱是全世界无共所在人，会当阿管就找一个平台，免费会当录音诶，大家拢做同一个时间去到遐，啊每一个人诶网络诶状况拢无共。每一个人的设备的状况嘛，常常会出问题。搁爱共一个时间完成一摆，即马就一礼拜，还是讲一个月一摆录音了后，才制作做完整的 podcast。真正是真无简单。所以，你会当找到咱的进度啦。目前是要到第5集的款，就是有放送的，有正式放送的，也是。停伫迄第5集，因为后壁要制作要安排讲即个剧情即马行到倒位爱照迄个顺序，其实真无简单。真正是爱感谢阿关甲贵兰两个，因真出足济力，而且是迄个黑米遮台湾博览会遮其实嘛，互咱真济资源咧斗相共，尤其是迄个电脑的物件，其实大部分人拢无遐尼熟手，所以。找平台啦，迄个网络的资源，遮个资料要安怎处理，其实台湾博览会遐嘛是互咱真济建议，甲互咱斗相共，对。我昨个有特别问阿关讲你无法度来，我会当替你讲，你有想要讲的无？伊就讲其实无啥物想法，伊干那一个足简单的、足单纯的想法，就是伊想要甲陈瑞生的物件撒互搁较济人，撒去到即个咱遮咧做遮个事工的人的口外外口，互搁较侪人会当知影讲陈瑞生的作品遮尔深色，用较趣味的方式去声音来听来读，来甚至是来做伙来，我感觉就是讲台语做一个台湾人，我感觉就是咱的想法其实拢无想要一定爱摕到啥物，就是想要安尼尔，想要互搁较侪人会当熟悉。陈瑞生做伙来讲台语，行台语的路安尼，对。拄则其实我嘛有一寡想法啦，就是拄则头前讨论的代志，我其实嘛有一寡想法，因为我最近嘛有在做甲一个消息玻璃仔迄个 channel，YouTube 的 channel 甲因斗做影片，基本上我是处理短影片。目前已经做差不多要100支的迄个短影片，做迄短影片的经验，其实变做逐摆做了拢爱看分析，影片的分析，看迄个影片来看的人偌济人，互动，
有来市站，来看来市站，伊一个人差不多看偌济时间。其实我有发现一个重点啦，就是讲电影片是一种是目前是上好宣传的一个工具，一个自媒体啊，是讲创作者真好利用的一个方式，一个形式。毋过就是伊有真侪制限，制限就是讲伊有演算法的问题嘛。演算法你其实就歹去掠讲伊啥物时阵有变化，是讲你有讲到啥物内容的时阵，伊才会替你放送，还是讲你讲到啥物物件，较敏感，就是讲伊感觉这是无需要的，伊就会甲你降迄个啥，迄个放送的几率会降低足济。迄真正差足济，有诶是，像我做影片有诶时阵会冲到3、4千人来看，有诶时阵就敢若5个人、6个人，基本上5个人，100个人以内，就哪像是迄个无放送出去。所以若是要做即种短影片，还是讲 YouTube 即种影像的管道，其实是爱较注意这。基本上就是关键字啊。我目前有试过几啊个方式，关键字一个，过来就是讲大家看影片的时间，你爱去小可抓一下。目前我有会当甲大家报，这无算秘密，毋过这是一个美感啊，就是讲上侪人看，放上上紧的时间就是拜一到拜六的早起7点半。你的影片若7点半上线，差不多1、2点钟以内会冲到500。中昼的12点半，过来就是暗时5点半。就是这3个时间的迄个来看的人，你的影片出去了，会传足紧，会看足紧，差不多这3个时间是稳定的。其他的时间就变做你要另外去经营你的迄个一个，迄种水池。伊迄叫做流量的水池，就是你的 fans 固定的来看你的影片，你的创作的 fans， 你要经营迄个水池，若有够一个野了，你就会当特别去处理讲某一个特别的时间放送，服务遐的人，豆豆用安尼去，叫做中国话叫练鼓啦，就是讲哪像咧是一种红拖鱼啊，迄款的，就是讲豆豆去安尼培养，互因愈生愈大，因会替你去赚，就是社群经营基本的理路都是安尼。拄则现在妈妈迄个问题，其实我感觉就是简单讲是安尼。我认为文化创作还是讲艺术创作本身，伊是无分种族，甲无分任何的什么意识形态，还是甚至语言嘛无。重点是迄个创作者本身，你有迄个灵感，你有迄个动机了，出来了，你的选择就是你要用什么语言。迄个语言本身就是一个要点嘛，就是你是安怎要经这个语言，你是安怎你要用台语 ，OK， 你一定有一个原因。你无要用台语，嘛有一个原因。迄个就是迄个路线就安尼分开啊，所以我感觉讲这是一个，过来就是市场的问题。我感觉市场的问题是，咱即卖市场，尤其是台湾人讲台语这个语言要拍消费市场，你要先认知一下，这个市场就无正常，这个社会就无正常，台湾这个社会就无正常，所以这个市场嘛无正常。你要拍无正常的市场，你一定要行以早讲的迄种概念，就是红海、蓝海迄个概念。其实咱是算是蓝海啦，就是讲咱毋是主流的，毋是主流的，你要拍就是你家己的迄个核心爱足清楚。比如讲你就拄仔讲的，你安怎要经台语，你经落了，过来就是你爱找甲你共款的，而且是你爱互相吹哨，你爱吹哨伊的，伊爱吹哨你的，你爱找到一个共同会当互相认同、互相斗相共的迄个点，甲接起来，愈接愈济了，就是才有法度传起来。若无其实是伫这无正常的社会，其实就歹拍。像
我的诗有当时啊嘛会伫永安的作品内底就是发表，我家己去念安尼，就是迄个口岸有影是安尼，就是咱的物件真好啊，而且嘛请着真出名的迄个雅顺来斗相共，请伊来唱来写歌来唱，毋过就是袂来就是袂来，袂来就是袂来，就是准算伊感觉伊的歌你的歌足好听，毋过伊就感觉这物件真水啊，听起来真好听，毋过这对我来讲就是安尼，就是娱乐尔，就是我拜六礼拜有时间啊有闲。无来听看卖，迄就是讲，因就是安尼尔，嘿，所以，重点我感觉，若准是真正要探，真正要探，一定是爱找着因的迄个，基本上你会选着台语，为虾米要选台语？这两个基本上若是会合，就互相斗相互相宣传，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了后，这个效果愈来愈侪，而且若佫加上社交平台的即款关键字的，也是加演算法的即种宣传模式，其实无共的团体，譬如讲我甲玉萍，咱是两个无共的团体，毋过咱共款拢要做即件代志，会当利用无共的关键字，我甲你用无共的关键字去宣传，我宣传你的时阵，我用我的即种语言。加 tag， 你宣传我的时阵，你莫甲我用共款，你用你的，你的概念甲我的概念，迄是无共的 fans， 无共的迄个水池，所以就是安尼去探。我感觉这个，因讲串联，台语讲有讲串联，就是讲爱互相连接，互相连接宣传，安尼是上要紧。就是安尼才有法度甲迄个市场拍开。是。以上我讲到这，迄个啥？文化单位讲，甲咱斗宣传，因为咱真正大家拢较无，咱拢注心伫用南山时间来录音，毋过宣传就较无遐济气力通斗宣传。我就感觉你做到遮辛苦，一定爱找恁有机会就爱找恁来讲话，嘿，互大家知影你咧做这个 podcast。对，欢迎大家来甲咱迄个老话来甲咱试过粒星，也是讲甲咱试赞分享。好，以上分享到这，多谢丹路，多谢丹路，多谢丹路。安尼请问现场敢有朋友有想要分享，还是讲有问题？咱因为事实即马若照原底按算的时间，咱差不多剩6分钟吼，毋过无要紧，若是有想要分享，会使举手，还是直接开麦克。可能大家真侪代志会当思考吼，因为拄则其实听起来就是咱看到梁光兄上路尾讲的迄边迄个草根阁有迄个微型的革命即件代志吼，我想在场的大家坐伫遮吼，应该拢有在做啦，咱会坐伫遮就是有即个意识。想要做一寡代志，无定，我想大家可能加减拢咧做一寡无共款的代志。我来分享我家己做的代志，简单讲一个，因为我就是会行来要来做这个台语文吼，也是讲要来行做台湾人的这条路，都是因为有家己有囡仔了后，做一个老母，就想讲我要甲什么物件传互我的后一代，就安尼一路行来到遮，原底是一个连起名都袂晓讲的人，即马就是用台语甲英语，因为伫美国嘛，就是用台语甲英语咧过日。我已经真袂惯势，无想要讲中国话啊，因为伫学校，就是大家拢知影讲美国的学校拢有机会，就是有即款国际日，也是讲逐周，也是逐市拢有即种国际日，我就借这个机会，我来宣传我的台湾精神，我心目中的台湾是谁做啥款？我想，我做的这个，就大家即马看到的吼，就是甲可能大家印象的迄个买小盖
家己的国家的迄个物件是真无共款，因为我无想要互人第一个就看到讲，这中国甲就是若是边仔就是中国的党有无？那有两个中国安尼，嘿，就是阮同乡会若去我伫印第安纳，大家看印第安纳周记吼，就是印第安纳的同乡会，若是去迄个印第安纳的迄个文化节，就是迄个布置，就是会互人感觉讲，哪会有两个中国安尼？毋过已经做台湾味啊哦，毋过就是外国人嘛是啊，也是毋知，所以我就无想要甲遐个物件搬来到我的担，我就直接用白话字，嘿小解对台湾的文化，吼，就是用文化甲即个重点就是台湾文字、台湾文化，甲别人有啥物无共的迄个角度去小解我的国家，嘿，我就教。我伫国际日的时阵，我就是我当就是做安尼，就是甲大家小解讲，台湾咱有台湾字啊，就是白话字啊是安怎来的嘿？台湾伫倒位安尼，用即个法度去小解嘿。拄则讲遮的迄个微型的革命吼，事实我想即马大家拢看到讲，社交媒体顶悬有真侪无共款的团体咧做嘿。即阵啊，我毋知影大家敢有你的。面册，也是讲你的社交媒体顶悬，敢有放送到即个消息，就是有一个台语生活声，吼就有一个系列台语会当讲无共款的代志，无共领域的代志，嘿，万事拢会当用台语来讲，嘿，我想这就是咱即马想要达成的迄个目标啦，就是讲毋茫讲即个用台语来讲万事是足自然的，嘿这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吼，就像这种宣传活动吼，另外一个就是咱论坛，咱梁东兄逐礼拜邀请大家坐伫遮吼，就是要甲大家讲，咱有无共款的主题，拢会当用台语来讲，嘿，这嘛是共款，甲正做是自然的安尼嘿，咱的文化就是用这款一点吼，甲累积起来，嘿互。咱家己咧做诶时阵，身躯边诶人嘛会受到影响，嘿，对，我想，这就是拄则梁光兄分享诶即个专门内底甲咱教诶事实，咱已经有咧做啊，嘿，所摆上落尾，先问一个，敢有人想要讲话？因为时间差不多啊，若无我就，嘿，我就继续好，对。嘿，巴士顶的革命，嘿是陈瑞生的作品。巴士顶的革命，嘿伊就是大家当去读迄篇作品吼，就是内底有一个我吼，伊就是车顶在放中国出的影片，吼，是落尾佫放迄个有色的，嘿，伊就讲台湾人的问讲，就是爱放台湾人的歌、台湾人的影片啊，安尼。嘿这就是一个微型的革命。嘿，梁光兄敢有想要？我想要讲话。我想要请教陈路啦，吼。你拄则有讲，迄个若是无到100就无准算你佮讲迄个演算法吼，免啊去的。我是要请教讲，你是伫 YouTube 顶头呢？你做迄个电影音是？ YouTube 顶头呢？嘿，对，目前是做 YouTube 毋过就是我我做迄个消息报，你知伊伫 Facebook 顶悬有另外一个频道，共款的物件，就是咱放伫 YouTube 顶悬了后，甲共款的影片甲网址放去面册，家己另外佫开一个无共名的迄个 fan page，结果迄个效果。另外一个 fan page 的效果足强到即马迄个 fan page 已经会当收到呢YouTube 还袂，伊拢一个坎站嘛，你到超过个坎站，伊才会当收到呢。是倒一个平台？是倒一个平台有？Facebook。Facebook 嘿毋过迄是中国话，毋过伊迄个是讲用台湾的主体上去讲国际战略甲核心。嘿伊是就是讲迄个影片的效果是好的。电影片效果是好的，而且迄个内容拢是真有料的，真有料的。电脑就是迄个面册顶悬，就是讲可能
较关心即种主题，可能是年岁有小可有，然后30岁以上较济，所以抑个是真济拢用 Facebook。啊，迄个效果是伫 Facebook 顶面看甲袂歹。啊 YouTube 我即摆抑个咧试验，就是讲极价是冲到3000外的迄个会看啦，3000外摆看。嘿，你在想讲要安怎去冲破迄个1000、过来5000到10000，看会当一个影片超过5000人看无？嘿，那安尼，那做到安尼，会当收到呢时阵，表示讲咱的迄个方向，就是影片的重点放有对啊，线顶的人甲 AI 演算法，伊嘛是会接受。嘿，我感觉迄真正是爱开不加侪时间去试验。嘿，毋过若是台语会当来试看觅，就是会当做甲安尼。因为我知影台南妹仔有咧做啊，你看伊的，你拍开伊的 channel， 伊有想办法去讲足侪无共的主题，而且伊基本上伊是用中文的文字去宣传，嘿，伊想要去拍破迄个口啊。毋过迄真正是无简单。啊，我是认为讲，若愈侪人互相分享，拢咧做拢咧做共款的代志，啊，只是无共领域、无共的收入，其实互相分享，迄个效果会搁较好像。咱看另外一个咧，中国安怎对台湾做即种人质作战，伊一摆开足侪口罩，啊，共款互相分享，演算法就是安尼咧放的，所以其实咱若安尼去看，就是基本上咱嘛会当利用即种模式，因为网络就是无国界，全世界拢会当放上，对吧？可以当参考。我感觉你咧做这足重要啦，吼，因为你也看咱Germany 吼，伊要读写台文无问题啊，毋过吼，伊要听讲抑个有问题啊，佫无法度啦。啊，这教会的需要就是会晓听，佫会晓讲啊。啊，即马就是讲伊要会晓听，会晓讲，就是要靠即种低影音嘛。而且咧讲，无正常。你即摆咧做，一直咧修，啊，到有一天，伊就会晓讲啊。咁你咧讲会足对啊，所以我想讲录音，你敢袂当去考一下吼，要专门对即个主题 podcast 即个主题低影音吼，去请陈老因来讲一下。好，我这是足好诶。好，我搁加陈老也是看共款有。其实，若是要即款主题，可能就是爱像即马有在做经营社交媒体，爱用有试验的，像陈老讲的迄个台南妹仔，嘿，看敢有法度请伊来讲一个安尼，会使搁参详，嘿。啊，所以安尼咱有招遮人来，看会当互相支援嘛，对啊，单位。是啊。因为讲这对我来讲拢是无以天书条。听无讲足有啦，嘿，我那支持嘛，毋知影。是讲迄个平台里对是台，我嘛毋捌看过。就是面册对无？对，面册加 YouTube。伊咧做分析，就是干那面册底加 YouTube 顶悬，嘿。对，安尼我简单分享迄个 channel 好啊，歹势。就是即马一个啦，迄个消息玻璃仔，嘿，啊内底迄个 shorts， 嘿，迄个 shorts 基本上是拢是我教的，我是今年开始试看觅做即个平台的影片。这敢是迄个细准还是细安准，还是共款诶？拢有熟悉啦，咱的迄个团队基本上是有熟悉啊。所以这个你咧管的，毋是因遐咧，毋是迄个报道者咧管的嘛哈？毋是因，嘿，甲因无共，无共哈 ，OK。嘿，咱旧年啊是前年迄个有一摆讲座的主题，就是迄个人质作战，请欧兴学院的友志来分享迄摆。嘿，就是因，就是我找迄两位友志。对，多谢大家是安尼，对。
好，安尼因为时间差不多吼，我放上几个消息吼，咱事实要爱有台湾文化的根底，就是咱爱有家己的想，因为像陈瑞生吼，伊做遮尔济，写遮尔济精彩的作品事实就是中华民国毋捌办一个赏互伊这就是真现实的问题，因为因的体制内的人看无，因毋知安怎欣赏咱台语文的作品对咱今年我要讲的就是今年咱世界台湾文化赏就是12月28、28迄天伫台湾邀请大家若人伫台湾，还是讲拄好有转去台湾会当去参加阮毋知影大家看到宣传单的时阵，敢有注意到即个时间是调工经下晡2:28对这就是遮会当互为也是讲大家去迄个论坛，也是大陆会的网站，拢会当看到相关的消息。另外一个就是大陆会这边另外有2个比赛这2个比赛嘛是为着咱的文化，为着咱的台湾精神的价值观来办的即个比赛一个就是台湾的教师节，咱即马咧过的中华民国咧过的教师节是孔子迄是中国人的物件咱若要推崇一个台湾人的教育家，就是咱我拄则放伫我的迄个宣传单顶悬的林木生就是用伊应该是受咱的迄个日子来做伊的对，即迄天是伊受咱的日子来做台湾的教师节这是大陆会办的一个拍片的设计比赛这嘛是互咱知影讲大家看到讲设计有的设计家可能伊观点嘛无熟悉啥物人是林木生，毋过伊对设计有趣味伊想要可能来参加即个比赛试看卖伊就会去了解讲啥物人是林木生，这听起来是真罕过的代志对无？毋过这你即马若是咱摕林木生的名去问台湾人，有偌济人熟悉毋过这就是咱即马会当做的代志其中一个是倒出边即个是林木生，另外正出边这是王玉林王玉林先生，伊是王玉德兄哥嘛是因为伊是真有才情就是用有即个台语诗的比赛来甲纪念安尼是即个节日咱是要来正做是台湾人的台湾诗人节安尼就是有即2个相关的咱家己的价值观，咱台湾人的台湾精神的代表放送互大家知影若是有大家有趣味嘛会当就是将就倒出边即个 QR code 翕一个就会当知影相关的资讯安尼安尼若是大家无其他的问题，咱今仔日的论坛就到遮梁公兄敢有搁要讲话多谢梁公兄多谢大家安尼有人要发言啊咱后礼拜本来是即个等即个时间啦毋过咱要注意咱的平台咱后礼拜会煞啦，就是讲会煞位啦迄个网连会煞啦所以较请大家较斟酌一下安尼因为我即马即个网连我要出外旅行所以我就袂当录影所以即摆是拜托迄个地点甲咱设另外一个新的网链以后咱就用迄个网链若是拄好因迄个网链有一个特色，就是讲因为伊是用微文遐的迄个Google 的 account 伊纳较侪钱，所以伊迄个 Google 的 account 会当指定 co-host， 所以迄个主持人到尾会当讲有迄个，伊家己入去安尼，伊当家己入，伊会当家己录影，所以咱会小可迄个网链会改所以这大家即摆若有伫 Facebook 看到大家爱小提醒一下，无到时咱用迄个旧的网链入来所以拢无人
后礼拜节目介绍是要讲画拍一个 NAC 对一个 chapter 的情形应该是由这个北美经南书院来主持经南书院经南就是林茂生的这个笔名所以等这个时间大家过来斗阵感谢玉金这个主任这短时间本来这不是我负责这个时间咱邀这两个来你就互恁会当安尼来多谢丹罗甲永安对请教一下网链新的网链过来即马这是暂时的嘛以后嘛是黄松兄你秘伫遮不是我迄阵啊袂记哩啦我对啊请起来先赶紧入来